当我们再次来敬拜他的时候，我们相信是神拣选我们，用他的爱来爱我们。所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站在主的爱》。我敬拜你，你先爱我，全心敬拜你。我时常敬拜我的主，全心敬拜你。我敬拜你，你先爱我，全心敬拜你。我时常敬拜我的主。全心敬拜你，主的爱，主的爱，我站在主的爱，主的爱，主的爱，我站在主的爱，主的爱，主的爱，我站在主的爱，主的爱。我敬拜你，你先爱我，全心敬拜你。我时常敬拜我的主，全心敬拜你。主的爱，主的爱，我站在主的爱，主的爱，主的爱。我站在主的爱。一起来祷告，感谢天父带领我们一起聚集在神的面前，我们要一起聆听主你的话语。愿主你透过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的内容，让我们更多的了解，在旧约时代，主你如何命定国家，如何选召的人民，能够在国家里面来看见神你掌权的国度。我们也愿意将我们的生命交托在主你手中，将我们心中许多的挂虑能够学习单单的来仰望神，将我们的生命交托在主的面前。我们相信神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安与喜乐跟盼望都是够用的。愿主你带领我们以下时间，祝福我们的生命，也引导我们所聆听主你的话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好，大家平安哈。好，那我们一起来看，对，就很足疗哈。那上一次哈，我们有探讨到说，不管是先知书还是我们有特别讲到2卷书啦哈，以赛亚书跟以西结书哈，到底在神的因所处的环境我们要怎么样去读这个先知书？到底他们是当下已经被掳了，还是什么状况我觉得我们要稍微做一些历史性的探讨。那这些东西牧师可能准备的东西只是让大家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那今天后半段牧师会特别用以赛亚书里面的西西家王的祷告，他如何为南犹大，特别在面对国家所面对亚述帝国。那我觉得台湾也是正处在这种环境底下我觉得我们要如何来看待现在我们的信仰关系跟我们生活环境，我觉得都是值得一起来省思的地方啦那一开始在我们的手边的资料里面我们有看到这个，我们要读这个旧约一定要知道，我们要知道它的那个年代大概是处在什么时候。那我觉得有很多人都不太了解那么什么叫西元前跟西元后有些人说西元前怎么它的数字怎么好像它的数字越来越少怎么会是数字越多，西元前越多，是越古老还是越接近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毛长老，越古老越古老了西元前越多，代表是越古老了那如果数字越少，就代表越接近我们的时代了所以这是基本的概念。所以我们看一下上面牧师有用一个表格简单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先提供给大家怎么样去辨别。所以西元前也就是说公元前叫做 BC 啦Before Christ 那公元后是 AD 简单稍微了解一下。
那我们要了解哈，我们要看这个整个的以赛亚书跟以西结书，我们要了解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圣经里面，其实它所涵盖的都有包含北国以色列跟南犹大。那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呢，我们看中间的部分哈，我牧师特别从这个地理位置，还有历任的国王任期，还有历任的先知日期、首都、灭亡的时间和征服者哈后来这位来看哈，北国以色列是隶属于巴勒斯坦的北部，也就是所谓的撒玛利亚跟加利利地区。好但是南国犹大呢，就是位于巴勒斯坦的南部，也就是包含耶路撒冷、伯利恒跟犹大地区。所以当我们在看待北国跟南国的时候，你要稍微有一个地理位置。那首都就不太一样。北国以色列是撒玛利亚，那南国犹大的首都是耶路撒冷。所以一个统治的时间大概那段的时间因是公元前931到公元前722。好，那南犹大是在公元前931到公元前586。好，我们问一下哪一个比较久，比较晚灭亡？毛长老我没有，我问他同学好了，他同学叫什么？我忘了。金飞请问你看这个统治时间，哪一国它最晚灭亡？北国以色列还是南国犹大？按照这个公元，对，比较晚灭亡。灭亡一个有南犹大的时间是公元前586，一个是公元前722。蒙丢了这种基督徒，我在问讲清飞看他刚信主怎么去读，怎么去看，你会发现这个历史的相关的脉络哪一个比较久，比较晚灭亡？比较晚的是以色列啊？不是，是南国犹大。公元前586年跟公元前722年，这样了解好，所以比较晚灭亡的是南国犹大，而且它是被巴比伦。好，所以如果你去看整个的帝国主义，从亚述到后来的巴比伦，我们就大概可以稍微了解了，这样懂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那被谁统治呢？我们要知道北国以色列它被灭是亚述帝国，但是亚述帝国它是最后是被巴比伦并吞的。好，那南国犹大呢是巴比伦帝国灭掉它的。好，但是后来巴比伦又被波斯帝国灭掉。好，这些小夸有一个概念好，那牧师也简单把这个相关的，假如你在查找有关历代志或列王志上下的时候，或者是相关先知书的时候，里面都会谈到的相关的国王。好，那哪一些国王他是比较好的，他怎么做了哪些事情？这有简单的叙述啦。假如说你在读经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做参考。那所以呢，北国以色列你可以看到，它实际上有19位国王，没有一个敬虔的你哪个眼睛看一下属行事项你会发现他们没有一个敬虔的。好，那南国犹大总共有20位国王，但是有8位敬虔的。8位敬虔的，来，我们一起来把它圈选了咱看南国犹大里面的8位敬虔的有哪几位啦？好，来，我们从这些图来，哪一个？第3页，看第3页。谁？亚比央。好，倚靠神，他有倚靠神击败以色列，但是仍然怎样？好，假设啦，好，你认为这个还算是可以的？这老师，咱古用这个历史对，这王那以标准的，干那2个王是好王，这两个无好王，这个是约西亚，这个是希西家，因为这2个又甲全国的偶像要笑谈全部除掉，干那这2个尔，剩的袂使算讲好王，因为剩的王还佫有留一寡小苗佫一寡笑谈佫留着无甲全部除掉。歹势我知。因为所以伊你要讲
你讲有八个吼，其实嘛袂使安尼讲啊，对啦。好哦，说是两个尔，一个去约西亚，一个去西加。因为吼，这个早前我有去查过过研究，就是讲，啊，村的拢毋是讲属于讲真好的，是有是较无遐严重，但是吼，这两个若要算好，是干咱两个讲尔。是。好，咱买当算看卖啦吼。内底有关的，我是感觉，吼亚比央至少还有依靠神哦。好，那亚萨呢？算不算？好，也算哦。好，那约沙法呢？也算哦。好，约沙法也算。好，那亚玛谢呢？啊，796年到767年。好，也是以靠神得胜的。好，亚撒利亚，好，OCA，好，强盛却心焦，好，这不是，好，亚撒利亚不是，约坦，好，约坦就是，好，那西西家王他都要摩丁都有讲到，吼，伊嘛是有基德，吼，用基德来拄到威胁的时阵，伊嘛是透过基德，吼，那来找求这个以赛亚神帝，吼，约西亚最近前的王宗教改革啦，吼，所以实际上说起来，我这边是7个，算一算好像是7个，吼。好，我没关系，我觉得8个几个，我觉得那都不是重点。8个啦，还有一个。哪一个？约阿斯啊。约阿斯哦。亚大利亚下面那个。哦。他虽然是后面离弃神，但是他是比较近前。你是说约亚萨？约阿斯啊，中间那里亚大利亚。哦，约阿斯对。好，后来离弃神。算上他这样是8个。好，约阿斯，好，谢谢。那这个部分可能还可以再说明清楚一点。好，这是简单的概述啦，哈，就是说我们在看待有关犹大国，所以咱哪里看这个神敌书的内底，其实都有关于提到的相关的人名，你都可以稍微去做一些记录哈，那你会更容易阅读啦。那历任的先知有几个哈？我们来看一下历任的先知，第3页的下面有以利亚，好，一起服侍的对象有北国以色列对抗亚哈王，好，以利沙北国以色列继承以利亚，那阿摩斯北国以色列警告社会的不公，好，何西阿北国以色列预言灭亡，好，以赛亚，好，对，咱今日讲的咱今日所要看的以赛亚书，南国犹大弥赛亚的预言，好，弥迦南国犹大，好，审判跟拯救，那鸿书，好，预言尼尼微城的灭亡。哈巴谷书犹大质疑神的审判，好，耶利米书南国犹大见证灭亡，以西结还有但以理，好，这东西服侍巴比伦的被掳的先知，好，那这个北国以色列总共有19位国王，无一个敬虔，好，会当讲因最后这是灭于这个被亚述帝国所灭亡了哈，南国犹大呢20位国王，好，咱人讲8位敬虔的。但是我觉得人不管什么基督徒咱若活在什么环境敬虔是咱人在讲的啦，到底在神的面前敬不敬虔，我觉得还是由神来评论啦那公元前586年亡于巴比伦那先知呢，神兴起许多的先知警告审判，但百姓未必能够真正悔改所以到最后其实都导致2个国度的灭亡。所以呢，我们以下我们牧师有特别，也是透过几个部分，我们上次有提到说，到底那看先知书到底他在讲的，他在讲的，他的背景是什么样的状态？那国家遇到这些状态的时候，以赛亚先知或者是以西结先知，他们是怎么在陈述的事情？那我们可以稍微了解一下，以赛亚先知他所服侍的时期是在公元前8世纪，也是约这个西元前740年到681年，所以他所横跨的国王犹大王是乌西亚王约坦王、亚哈斯王跟西西家的统治。那国家的分裂呢，以色列分为北国跟南国犹大，2国都是面临亚述帝国的威胁。所以我们在看读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谈到相关的亚述的官员，或者是有关他们在评论你们所信的神，都是在这种背景底下在谈论的。所以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一定要稍微有一个
历史背景的概念哈。这是我以前是这样在看待旧约圣经，才慢慢读懂，才慢慢不会觉得枯燥乏味了哈。所以我们要知道哈，北国以色列他们很频繁在拜偶像，政治很多动荡。好，那南国的犹大呢，他们一样，好，偶像的崇拜逐渐的增多，但是在西西家王的时候有属灵的复兴。好，你可以看列王记下21章第2节里面特别谈到。那主要的敌人就是亚述帝国的扩张啦，所以对以色列跟南犹大，好，以色列民族来讲，都是构成极大的、很大直接的威胁。所以国家是否会灭亡，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北国以色列哈，以赛亚他多次在警告北国，好，特别是拜偶像跟道德败坏，所以到最后上帝不高兴，都是透过哪一个国家？亚述帝国来怎么样？来审判，好，审判这些以色列百姓。所以最后的结局是在公元前722年，北国就把亚述灭亡了，好，灭掉了，百姓就被掳了，被抓走了，好，这样稍微了解一个概念哈。好，那我们来看南犹大呢，犹大在西西家王的时候哦，西西家王他也一样哦，他也是遇到亚述的这个逼迫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第37章，好，我们现在要一起来看以赛亚书37章。以赛亚先知他怎么样预言犹大南犹大最后的结局是因为罪恶而被巴比伦所灭亡，这是在以赛亚书39章。但是我们来看一下37章，到底西西家王他遇到什么事情？我们要稍微知道哈，当时候亚述王西拿基立哈，应该我们看的是，我们先看这个列王记下好了，我们先看列王记下19章。19章14节到19节，好，咱先看列王记下19章14到19节。好，我稍微讲一下哈，列王记下19章哈，这段圣经是，迄当时拄啊好亚述王西拿基立哈，他率领强大的这个军队哈，那特别要攻打这个犹大国。杜阿赫已经他其实已经攻陷了很多的城邑啊，但是呢，迄当时伊都要包围耶路撒冷。亚述的使者叫做拉伯沙基，好，18章的17节来对我讲的，17节到37节，列王记18章，列王记下18章17到37节，有特别提到亚述的使者拉伯沙基，他来羞辱以色列的神啊。然后威胁这个百姓要投降了，好，所以呢，西西家呢，他收到这个西拿基立的恐吓信哦，好，所以呢，他知道说，哦，这个扬言要摧毁耶路撒冷哈，他觉得哇，这样不行，很危险，所以呢，我们翻到列王记下19章14节到19节，我们一起来看哦。我刚刚已经稍微讲到哈，亚述帝国西拿基立派这个拉伯沙基哈来羞辱以色列这个兄弟哈，所以呢，这个时候西西家王他在19节列王记下19章里面就特别提到他的祷告文说什么？他说14节说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读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好，他说哦，这个威胁的信哦。这个威胁的信哦，他特别带到上帝的面前，说：“主啊，你看有人要威胁我们哦。”好，然后他就向上帝耶和华祷告说：“坐在二基路伯上的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啊，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啊，求你睁眼而看，听西拿基立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啊，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其神像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所以灭绝他。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所以你要知道哦，他在后我们刚刚有读到，他说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这些列国的神
扔在火里啊，它本来就不是神了，也是人所造的。其实你看出亚述帝国哈，他们是有没有像我们现在台湾对岸的中国一样，很像哦。不要紧。我说这是你参考别人的，还是你家己经历的？我经历的部分，不要紧。但是这有唔对咧。好，不要紧，咱先讲一下西西家的祷告啦吼。好，针对这是我的看法啦吼。啊，不要紧，咱等下还过来讨论。那这个以赛亚先知他特别就告诉上帝的回应是什么？上帝的回应，他实际上我们从列王记下19章里面哈，我们可以看到，从35节里面，我们看到上帝他差派了天使，一夜之间击杀了谁？亚述军队185000多人。好，所以以赛亚先知他告诉西西家，上帝已经听见了他的祷告，并且拯救耶路撒冷。好，所以呢，当时候你哪看19章的列王记下19章37节。后面西拿基利他最后是仓皇撤退，后来在自己的庙宇当中被儿子暗杀了。好，所以你会看到说，其实上帝会听我们在危难当中的祷告，甚至急难当中来做拯救的计划。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哈。我们刚刚有提到北国以色列没有一个王是敬虔的，但是当南犹大就算这些王他们用敬虔的心跟神求告。可是人还是会需要什么？还是会需要帮助啦。好，还是会求告一些，希望透过国家或透过哪些人来做帮助。但是我觉得这里西西家的祷告，特别他是把他的问题跟困难带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他学习交托上帝。西西家他并没有依靠自己的军事能力，而是带着信心来到圣殿，而且在神的面前展开把亚述王的信。好，完全的信靠上帝，交托给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西西家的祷告，他表达了对上帝的信靠。他相信上帝是万国的神啊，不是像外邦的偶像一样那么的无能。好，所以你看哦，亚述王哦，伊玛西安诺把各个国家的他所毁灭的国家哈，他是把他们所供奉的神像好都给毁灭掉。好，所以其实祷告它是会带来拯救的。所以神的回应，他是证明，让我们看到说他掌管历史，而且他能够拯救他的子民哈。好，那我们请这个新天执事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所看到的问题，我们可以讨论看看哈。那个第5页哈，是第5页的第1行哈，他说以赛亚多次警告北国，由于拜偶像和道德败坏，将遭到亚述审判。对，这句话可能不对。可能不对。所以下面那个已发生挂号3项已发生的第1点，公元前722年，亚述灭亡北国以色列，应验了以赛亚预言。其实以赛亚没有预言的。为什么？我先讲一个基本概念。来，你前面整理的表，请问你那个以色列什么时候灭亡北国？以色列北国哈，不是公元722，对722。以赛亚什么时候出生？以赛亚。以赛亚一定是740嘛？对。不是哦，伊是服侍的时间哦。那是服侍的时间。嘿。伊服侍61年哦，伊服侍59年哦。无遐久吗？我的意思就是说哈，因为我查考，他不可能18岁就预言，而且以赛亚书也没有那么早就写，好预言也。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如果照你这个是740，因为我还在查到底有谁预言北国灭亡哦。对。因为以赛亚他的时间真的，照来讲就是，他是用北国灭亡的事情来警告南国。对，不要这样子。对。所以刚才是以赛亚书28章里面说以法莲啊，那个是以色列已经灭亡了，北国已经灭亡，都是拿来警告南国不要像北国那样，而不是预言北国灭亡。因为他说预言北国灭亡，一切的预言，他以10倍回以警都已经预言了，才可能的。就变成是这样子。所以我是觉得那个第5页的第1行跟那个下面已发生的第一个公元722年亚述灭亡。北国以色列应验以赛亚的预言，我觉得这个可能有问题哈。那不然我就查一下以赛亚的时间。好。应该他买挂起服侍的时间还是？还是出生的时间哈？因为
因为若要写伊所有言的代志，应该是伫伊服侍的时间，毋是出世的时间安尼写。哦，对啊，所以咱问嘿，你迄个时间是倒位来？我有在等因为我查是查着安尼啦，啊，但是我无搁像你讲的，讲搁较，你讲的这个角度嘛是对啦，嘛是爱去注，爱去。如果是不是的时间就有可能，可是如果不是，对，如果不是的话就，因为其实我比较少会再去探讨到这个先知他的生平啦，也就是说他的出生这个部分了。对啊，伊讲以赛亚出生后不久，亚述就掳走。迄应该是所以。我在问你奇怪，你这个年代是倒位来？我来。嘿。所以如果有通常。其实嘛是我查到的哈，他实际上他是写约啦，他是写约前740年。我在想说这个，那照你讲的安尼哈，这个时期哈会不会只是一个？可是约通常也不会差太远啦。哦。你从维基百科的文章写出的是。对。都几年出世的哈，他只说出生是前8世纪。好，无要紧，咱搁继续看落去，好无吼？咱若是咱这部分，咱搁来，我较搁来思考看卖吼。好，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说，从西西家王他本身怎么样透过祷告来求告神，然后来求神的帮助。那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其实列王记下，我们再来看一下，其实列王记下20章1到6节，好，我们可以来看说，其实整体上帝其实也宣告他未来他嘛是最后死的时间啦吼，最后咱嘛知影西西家王他得了重病，好，以赛亚先知慢慢来讲哦，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好，所以西西家王伊面对伊威胁受到威胁的时阵，生命的威胁的时阵，其实西西家伊嘛是迫切为着伊的生命来咧祈祷哦。好，上帝有怜悯伊无？有啦。好，咱看一下迄个列王记下20章第2节跟第3节。好，列王记下20章2节到3节这样说哈，他说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呢？按照诚实行事，又做了你眼中看为善的事。西西家就痛哭了。好，所以这段圣经在其实咱会当了解讲，其实西西家上帝是应允希西家王的祈祷，嘛透过先知以赛亚来甲伊讲。好，所以你看20章的第5节内底，伊讲我听见了你的祷告。也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3日之内你必能上到耶和华的殿。好，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上帝他应许西西家的祷告，好，也透过先知以赛亚来告诉他。那上帝有没有延长西西家王的寿命？有哦，第6节到11节，并赐下他其实有赐下一些记号哦，有记号哦，讲起啥？迄日头的影吼。会往后退10度哦，来证明讲上帝应允是真实的啦。好，所以咱看去后来希西家王伊的寿命搁加活15当啦。好，这是嘛是人的查克讲15当吼。所以我感觉这是真有意思，就是讲上帝伊会听见一个忧伤痛悔人的心的祈祷。所以西西家王他痛哭祈求上帝，不仅因为他的谦卑而应许了他。所以我觉得咱咧讲，咱要讲做一个代祷的勇士哈。我觉得我们要时常看待自己哈，能不能成为一个为着人的需要，为着福音的需要，咱会当有一个像迄忧伤痛悔的心，感觉主啊，我伫倒位做了无够，求你怜悯，求你赦免，甚至求你帮助我，吼，掌管我的生命，互我的生命会当亲像希西家安尼，吼，希西家王安尼，伫困难。拄着外在的危险的时阵，要安怎求告上帝来掌管？吼，拄着生命的困难的时阵，咱要安怎甲上帝求讨智慧来医治
伊伫咱继续咱为主来做工。好，所以希西家王伊祈祷吼，互咱看见讲，上帝会当改变人的命运哦。吼，我感觉讲，这真正祈祷吼，改变了希西家王的命运啊，真正。好，我感觉咱嘛得爱去学习讲，有当时咱所看到眼前吼，我们眼前好像生活啦、工作啦，或者是人生有很大的变化，但是我们真的要好好祷告，寻求神。所以希西家王呢，他选择他相信上帝的应许，好，所以我觉得他也得到了上帝在他生命当中奇妙的作为了，好，所以我觉得我们都需要去好好的去经历，好，我觉得上帝让希西家王他真的体验到看见了神迹，太阳哦，啥日头的影哦，会当倒退吼，我想应该是无啥可能吼，但是我相信伫信主的人的顶面吼，新约基督吼。伫有信心的人的心中，真正会互你看到啦，吼所以这互咱会当做一个讨论甲了解，吼咱嘛对这个今仔日吼，希西家王伊所拄着人生的两项代志，吼，咱会当了解，吼，上帝伊毋会差派天使天军保护希西家王，吼嘛通过祈祷，会真正会帮助伊得胜过，吼躲过了那个追杀。所以祷告会不会带来拯救？会啦，好，祈祷会带来拯救哦。你看咱教会吼，当初为着教会找无所在，教会卖掉的时阵，迄个时阵大家人活着急的咧，敢若袂输讲咱像迄无所在啊，毋知影要安怎。迄阵吼，安尼逐礼拜吼，甚至逐工咱身上吼，长老甲牧师吼，常常拢咧讨论这个代志，无所在要安怎？到底上帝要为咱备办啥？其实吼，上帝带来拯救，其实爱咱是较侪祈祷的啦。所以咱要知影上帝是掌管历史的主宰。其实伊拢知影伊的选民、伊的子民所拄着的困难，但是咱爱来求叫伊，亲像希西家王共款。咱生命吼嘛是会拄着亲像希西家王安尼，有病痛，有软弱，甚至咱知影列王记其实伊是列王记下的20节的前半段哦。这是宣告哦，上帝已经宣告他会死哦。可是咱以赛亚先知甲希西家王讲了吼，讲伊会死了吼，这种的生命吼，然后人甲你讲你的生命吼，你若安尼做吼，真正得罪了上帝吼。我感觉咱有当时咱爱好好认罪悔改啦。了解我意思？我讲虽然咱无拄逐个人，可能人甲咱讲伊无了解啦，但是有当时吼，人甲咱讲这个代志，咱有哪是爱小可做一下反省甲检讨啦。我会记得有一摆吼，我伫牧会的过程中间，有一个姊妹伊做爱祈祷，当我去即间教会要牧会的时阵吼，即个姊妹伊是甲我讲吼，牧师，你爱好好祈祷，为着即间教会的清气洁净来祈祷，因为有足侪你当来你要看无的代志，你一定爱好好祈祷。伊当时我真正无了解伊即句的意思。但是我若真正即摆安尼甲回想起来，其实我感觉我真欠缺祈祷，所以后来我拄到的这个教会的侪问题甲挑战，拢是亲像今仔日希西家王拄到以赛亚先知咧甲伊讲的，你就要死啊啦！迄种感觉啊，你莫讲牧会牧师咧牧会是敢若足简单的，迄是足困难，嘛足辛苦，嘛是足重大的代志啊。所以其实会当讲有当时服侍过程中间，当然咱是爱挖靠上帝的气力，来得到喜乐的心，有信心来服侍伊。但是真正有当时拄着人的攻击，拄着人的这个羁绊，在甲你扭后骹的过程的中间，其实你会感觉讲真重，毋知影要安怎行落去。那亲像希西家王，伊听着讲，伊要死啊，迄生命哪像要结束的感觉。你毋知要安怎行落去，伊就甲上帝求讨，上帝就恩煞伊到15冬的年的岁月。所以当咱面对困难的时阵，咱真正爱学习将咱的问题来交托给上帝。无论敌人的威胁如何，无论咱的身躯拄着什么款的病痛，咱拢爱选择用祈祷来到主的面前来挖靠伊。当咱拄着问题甲困难，拄着生命危险的时阵，咱是毋是会当相信上帝会当掌管啊？你要来挖靠伊挖靠上帝你嘛得爱相信讲上帝掌管无咧。有当时
咱咧祈祷吼，祈祷了吼，咱若无相信上帝掌管吼，我相信你祈祷了，你也无信心啦。你嘛无相信这项代志上帝应允啦。所以我感觉，虽然咱用祈祷、用信心来到主的面前来求讨、来求救伊的时，其实咱拄着任何困难的时，咱嘛着爱记得上帝爱互上帝第二摆机会啦。吼，咱毋通连边就甲讲啊，上帝吼顶摆我嘛安尼甲求讨。吼，伊也无应允我啦，就安怎对上帝就无信心啦。吼，我感觉有足侪信徒拢安尼哦。吼，有真侪基督徒上咱袂爱祈祷，伊毋是无祈祷，伊是有祈祷过，但是伊无祈祷的方法，甚至有侪伊的生命问题，伊拢无去探讨。所以伊甲祈祷当作是一个啥？若亲像外口的迷信者共款，在求神问卜安尼。吼，无情，就丧失性命。然后失去信心，真无彩。其实祈祷一定爱成做咱生活内底重要的核心啊。所以我觉得西西家网他的祷告哈，真的是他跟神建立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然后上帝回应了他的祷告，甚至呢也表达了上帝听我们呼求的声音，好应许我们祷告的声音。所以哈，真的我们鼓励各位哈。我们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哈，怎么去看到神如何应许在不管是以赛亚先知哈，我们先探讨到以赛亚先知就好哈。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我有提到说陈述事件是否发生哈，其实这个是这嘛是互咱参考啦，咱会当去查考看卖，到底伊实际上是毋是安尼？好，我感觉这拢是值得来探讨的，因为历史的物件哈。牧师无遐侪研究，真正无遐侪研究，吼所以亚述灭亡的北国以色列，这是到底有应验以赛亚的预言无？我是相信的啦，好，我是相信的，好，嘿，牧师，人甲你问安是，讲，咱的基督徒爱祈祷啦，是，每一工即个世界遐大发生的代志遐济咱的重点是要为着，当然这世界变大是当然祈祷袂了，对，是讲咱每一工拄着的代志，是讲咱的无论是教会是咱家庭的啥拄着代志，敢若为遮祈祷落，是扩大到即个世界，若即个世界是。当时咧发生遐济代志的是，到底是要为着对啥代志来祈祷？像目前都有像迄落乌克兰甲俄罗斯这两个国家当然这敢是重点？世界敢是为着这两个国家来烧电，还是以色列甲哈马斯咧安尼祈祷啊？还是有搁扩大到底？这有时毋知要哪选择啊？是讲，咱目前每一工伫世界电视看到发生的代志，敢若有啥祈祷咧，就好啊。还是讲，当然为着咱教会祈祷，当然一定爱是兄弟姊妹。还是讲，咱代志发生的是，就是为着这样代志祈祷。我若有人甲即个问题时咱毋知要哪甲回答安尼。我感觉会使先问看伊祈祷的方法啦。祈祷的方法，我感觉讲足侪种的方法啦。但是对我来讲，我咧看是看啦。吼，真正你若祈祷时，你想会到的人，咱就会去为祈祷。另外一部分就是你到底有咧关心遮个人无啦？因为有当时吼，咱若无咧关心遮个人，无咧关心遮个代志。其实你真正毋知要安怎祈祷啦，对无？吼，因为你都无了解到底代志安怎咧发展嘛，对无？到底即个人伊所拄着的困难是虾米款的情形嘛？所以我感觉讲，你要为即个人祈祷，还是为着啥物代志来祈祷，还是为着国家的代志来祈祷，你爱去研究啦，吼，爱去研究探讨，到底。所以有当时牧师我拢会传一寡。互你去看讲，迄其实是即马台湾咧面对的一个变化的一个点。即个点的物件拢是咧帮助咱，要安怎看待咱即马的环境、时事，咱毋通心会互白晓扭去。
啊，有当时你若叫扭去吼，你的祈祷就变老。所以我是感觉讲，你讲要安怎祈祷，我毋知要安怎来讲，因为祈祷是你甲上帝的关系甲方法。啊，但是你若知影你所拄着的情形，我相信你就知影要安怎祈祷。吼，啊，你若无了解，我感觉你要安怎祈祷，我嘛。嘿。咱咧祈祷，咱每一工祈祷，咱就是有想着讲，哦，互你教兄弟姊妹啥物人哦，家己发生啥物问题，啥物事我变对不对？是。这当然吼，咱会想着一定要祈祷的是。啊，你若扩大到世界时哦，这若来祈祷，这毋知要祈祷。我提供一个建议啦，上好的方法是安怎呢？咱先家己先为家己祈祷啦。其实基督徒吼，要安怎熟悉家己为家己祈祷是足困难的啦。因为你若会当了解家己的需要、甲困难、甲问题，啊，然后你知影要安怎为家己祈祷，然后你先取得一个平衡，知影讲哇，祈祷真正，互我经验到大快乐。安尼你的祈祷，你家己祈祷的内底，你为家己祈祷的中间，你会去经验到原来祈祷的果效、祈祷的快乐，啊，信心的帮助是啥？啊，你为家己祈祷了，你若连为家己祈祷，你拢无去经验到祈祷所会当带下来的快乐，你要安怎为人祈祷？我时啊要困来正常。嘿。规个床头咧祈祷的时候，啊，拢定定我想我着讲，我到底是要为啥物人祈祷？当然为家己祈祷一定来啦。哦，啊，今仔拄着啥物代志啊？今仔迄个上帝应许咱规个一工来家感谢对不对？对。感谢是咱为想着讲，即摆着爱点落伊大道嘛，哦，咱着为祈祷。哦，啊，想着人种身体哪种诶祈祷。这是咱知影吼。对。啊，咱毋知就是个世界吼，安尼电视看着吼，安尼为安尼祈祷啦，但是吼，一寡咱无看着所在吼，咱嘛无在条吼。嘛无要紧啊，嘛无要紧，圣神自然会伫迄过程中间，通过互一寡了解的人去为因祈祷。啊，上帝掌管。伫困难中咯，拢有甲应允啦，所以我知影吼，祈祷真正爱祈祷啦。他就对以赛亚有可能有预言。好。因为预言什么？没有，他可能真的有预言以色列灭。对，有啊，他其实里面的话语，因为我没有放进去哈。所以就是说，这个740很可能就是不是，对，那就可能是预言南国灭亡。对。那预言北国灭亡，哎。我有一个问题想。是。较早上帝赐予以色列国即个迦南地对不对？迄个土地，敢是今仔迄个以色列现代土地，敢是安尼？这吼，咱若看圣经的是讲，上帝因为拜我上是上帝吼，你家己赐予着以色列百姓嘛吼，真仔你若规约甲读的讲，啊，这都根本都拢无人啊！你袂甲以色列人应该拢无人啊！以色列人到底袂到尾是剩几个？啊，佫有法度人通佫生团济，这速度遐紧，啊是佫会当佫成做一个国家，迄个犹大国甲北以色列哦，这两个国家拜我上都上叫上帝袂到尾了的啊！所以你看即摆中东吼、中东吼，他们战争吼，以色列他一直都在。一直咧，我唔知影，因当然嘛，有可能军事上为了防止这些伊在地下的租金吼反抗势力愈来愈强，所以嘛有可能嘛是我嘛咧看讲，敢会是他是站在信仰的角度，他要让他的国度吼开始去，这拢真歹讲啦。目前以色列内面巴勒斯坦遐人吼，是较早迦南地的原住民啦。原住民生团到即摆就对啦。毋是啊，早就换过来台换过来台啊啦。换过来台啊，但是你的巴勒斯坦人会人对得来啊？是毋是？太故里了，毋知是旧的遐人，还是旧后壁阿拉伯迄边过来，你嘛分袂清楚啊。拢人拢做一伙。因为讲哦，有人说现在巴勒斯坦那些人是旧的，但是也有人说他们其实。早就不是以前圣经写的那个周围那些人了，
因为咱知影的是讲，就是讲迄落，你看哦，那个下骹是以东嘛，以东就是以扫的后代嘛，对无？啊，过去是摩押亚门，摩押亚门是迄落罗德的后代嘛，哦，啊，这是安尼嘛。啊，在其他的有一些也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像以实玛利的后代就是阿拉伯人嘛。对。啊，那个米甸人，其实他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啊，只是迄是以前的啊，但是这个所在地大概6世纪的时候被伊斯兰整个征服以后，已经不是旧的遐个人啊，已经不是啊。即使你说有，因为我即摆咧甲你上过上以斯拉记，我咧想奇怪，即个要以色列人，北国以色列始祖被亚述掳去以后，都无转来安尼，都无转来安尼，所以他们讨厌撒玛利亚人，是撒玛利亚人是剩一寡无走的，甲一寡外地亚述的人来。教的遐就是以色列人。但是因的祖先毋是会甲恁教育你，下一代讲你要清楚。啊，以色列那始祖就没有了，12支派的10个支派已经没有了，马龙伯啊，只剩下2个支派。后来就是犹大跟便雅悯这2个，就是南国的，被掳去巴比伦有回来，那回来第一次5万人左右，那个是犹大跟便雅悯支派跟一些利未人，其他支派的已经。也有了，但是已经没那么多了。所以其他北国那10大支派的，其实已经早就分散到全世界，而且也没有遵守礼仪了。就是讲，即摆以色列人拢学别人物啊。哎呀，做别人物，除了被掳回归的那一批以外，其他早就混到不知道了，就已经都混杂了啊。通婚一样。啊，你看以色列人这么注重他们宗教的禁止跟外族通婚，你看以斯拉跟尼希米都在禁止他们通婚。都已经这样子了，那你其他那一些的，你说现在那个巴勒斯坦难民那个还有是哪一组的？那个全部都混血混到是哪一组去了？安尼是免讲，即摆以色列人是上帝选民。本来就不是上帝选民啊，上帝选民，耶稣来定十字架，他们就在世的旧约已过啊，现在我们是新约了。他们连耶稣都认不出来是弥赛亚，哪还是上帝的选民？会来，上帝还是会对他们负责啊。好，时间的关系吼。后礼拜吼，咱有机会咱会当来探讨旧约。您看，我有列出一个问题啦，吼，就是说旧约上帝他是直接治理国家，跟新约里面谈到教会跟国家政治的关系，吼，我感觉这个问题其实我较会想要招大家做伙来探讨啦，吼，因为我感觉即马政治也好，国家也好，关心国家也好，有的人是较支持旧约的，上帝掌权吼，啊，就上帝出手。但是我感觉这部分哦，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值得一起来应用的部分哦，你刚刚引的那一段哦，我其实是觉得有2个部分想讨论一下，一个就是说，因为李登辉曾经引过你刚刚用的那一段，那时候导弹的时候他引过这一段，后来被人家批评说你乱引圣经。但是李登辉有引用过，而且1985闰8月那些时阵，飞弹威胁就他引过这一段细下这啊，后边马上批评你讲哦，恁长老教会拢甲政治合作伙，拢把这用来套这些是根本不合圣经所教。对。不管了。第二个就是说那个到底旧约是这样子应用来现代政治是否可行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厘清，因为我总觉得圣经只是一个原则哦。那你要说，这旧约早就过去了啊。因为那个时候耶稣还没定十字架，他以色列国就是神的国度啊。咱这边不是啊，我们是信的人就是神的子民，应该。其实牧师，我的意思是讲吼，因为我礼拜天有讲到这个新约跟旧约都是一样有探讨到这一块，但是我后来在研究之后，我发现我需要做一些修正。我需要讲的就是说，其实新约他想讲的部分是上帝的国度部分比较多了。好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平衡，不能够把政治说我们的信仰。因为我后来我虽然主写上，我后面我有补听你礼拜天讲到，我有补听了。是。其实讲政治是这样子的，不是不能讲了。我们长老这样不讲政治也奇怪了哈。讲政治才正常啊。现在就是说，那个部分我们真的要小心啊，要把握好。对，要把握好，因为这个很多不同的宗派，他对这个的理解真的是差异性很大。对。有的认为绝对袂使你违反
上位者有的认为以公益为主，对不可以不服上面，对，不服上面的，所以这个有很多种解释。好 ，OK，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哈，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今天晚上能够带领我们一起透过神的话语，了解西西家王在面对强势的敌国，在侵害自己的国人，如何来保全生命的方法，也是教导我们非常好的智慧，让我们学习求告神主掌权的生命，你必定让我们处在安全平安的道路上。也求主你带领我们的生命，能够时时刻刻学习更多的祷告，来寻求神所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也带领我们的生命不单单只是将我们的需要、将我们的困难带到神的面前，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的生命真实活出有盼望的生命，来为主而活。求主你带领我们在所处的教会以及家庭以及我们的国家，我们都恳求你赐给我们智慧，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用基督的爱，用更多的关怀，用更多的祷告来聆听主的声音，明白我们的下一步路该如何来走，才能够走出合神心意的道路。谢谢主，再次将我们的弟兄姐妹，特别我们要将赵爱长老他身体的软弱、跌倒所受伤的脚步，恳求你亲自来医治、保守他的心跟身体。虽然年纪老迈，但是我们恳求神，你是医治的神，你是大有能力的主。我们相信，我们求告神，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安跟医治的作为，是大过于我们所看见的。主啊，求你再一次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天气寒冷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保有温暖的生命，有热情的活力，继续为主而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